来继续来看合欢山是咱台湾第一座的国际暗空公园，所以针对公害这个部分是特别的注意。讲最近合欢山附近的国军野地的施工，一到暗时探照灯这个灯就照甲光闪闪。公路局佫伫个昆阳停车场增设着管制放行的 LED 的告示牌，大大影响到看天星的品质。天文协会讲，若是这种的公害继续落去，合欢山恐惊会将做全世界第一个防除名的暗空公园。要去合欢山的路有设真侪指示方向的 LED 的牌啊，虽然民众暗时上山会当看，不过这光线伫合欢山真无适合，因为合欢山是台湾头一座国际暗空公园。开着车子只需要1-2个小时，我们就到山上就可以欣赏这种接近所谓的暗黑条件1级、2级的环境。那沿路有设3支道路指示的 LED 的告示牌啊，昆阳停车场毛坑台8号线观阳管制放行的 LED 的灯，伫半暝拢出现红色的光。要考量一下那个大环境的。光害问题。也有附近的平安夜伫施工，拢开大趴灯，因为这个合欢山是上好的看星的地点，有真侪爱翕相的人上山去翕。民众讲，为了注意莫去制造光害，上山的车辆连开这个车灯拢会真细致，就惊讲影响到看星的品质。如果说因为光害的问题没有改善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会审查不通过，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天文协会讲，若是光害阁继续，那呢会难倒国际暗天协会心脏。公路局解说讲 ，LED 告示牌本来是设定日时开，暗时关起来，可能是系统故障，会将这个电做看板调整甲修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